傻瓜病毒肆虐全球，患者集中喺20至60歲嘅人身上，全世界感染率已經去到98%。患者中咗毒之後都會出現皮笑肉不笑、失去理智、無法自控嘅情況。我哋今次嘅任務係要攻入佐拉博士嘅實驗室，攞佢啲解藥出嚟。行動代號叫司馬奧，有問題 ？Sir， 對於呢個行動我冇問題，但係 Sir， 點解我 partner 係佢？仲有問題 ？Sorry Sir， 我想問點解行動代號叫司馬奧嘅？點解？點解成個 SDU 中晒毒，你都仲喺度笑騎騎？點解你咁嘅資質你都入到嚟啊？我喺度咁多年，仲要教你？冇問題嘅話，今晚出發。Yes sir。跟住可靠性唔高，佐拉博士為咗保護解藥，大樓會喺發現武裝敵人之後進入毀滅倒數。你哋只有5分鐘，5分鐘之內必須攞到解藥，解除爆炸裝置。後樓梯 enemy spot， 你嗰邊點？喂，行啦！陣間我踢開道門，你隨時戒備。喂，我話陣間我踢開道門，你隨時戒備。哇！你有用啲得唔得啊？人類太有趣嘅，一隻病毒，全世界已經冇晒靈魂。究竟我哋幾時先揾到靈魂嘅真諦啊？想要解藥，用靈魂嘅真諦嚟攞啊！愚蠢嘅人類，一日你放低執念，一日你都唔會感受到呢個世界真正嘅快樂。靈魂嘅真諦，真正嘅快樂。笑啊！你對住佢笑，快啲！我都係想問點解臨死之前都仲係要同你一齊？你當初點解想入 SDU？ 其實我老豆以前都係 SDU， 我唔想入 SDU， 我好驚我有一日會死。咁而家咪幾好，你都得償所願啊！你都係啊，有得壯烈犧牲。我哋唔使死啊！你唔使壯烈犧牲啦！好嘢啊！今晚燒起我嘅，係咪㗎？梗係啦。多謝阿 Sir。小事。你兩條友啊！